来到关西，有一间曾经风光一时的老茶厂，现在被艺术家阿福老师巧手改造成一间很有趣的木工坊。好干嘛？好噶，好，野外有啊，你底下还蛮你做的嘛。你好，我同你讲哦，来阿福老师做一个金酱哦，你会来吃看来嘛？要不要来试试看？要不要？好，自己来做个木工，来做木箱好嘛？好，等下你叫他来做木箱哦，哈。怎么当 Sam 兄呢？只要先挑选自己喜欢的作品，拿好材料包，就可以开始当一日 Sam 兄了。轩轩选了板凳，我们决定携手合作，共同创作。哎，小轩轩，我们今天来做小木匠好吗？好。好，那我首先我们先来检查它的钉子的部分。哦，有长有短。对，有长有短。那我们先翻过来哦，哈。好。来翻过来。好。怎么样？我们要先核对。好。要对准哦，哈，要很准哦。大家来，我先来敲。哇，完成！还有横杆的部分哦，来，哇，歪掉过来了，哇，歪掉，哇，歪那么多，哎呀呀，怎么办？我们先看看哈，看看可不可以哈？差不多可以哦。可以吗？嗯，可是它这样会不会不正？坐上去歪不歪？它有一个缝，小缝而已。那误差一点点没关系。没关系哈。来，就反过来，看看我们有没有发现到哈。耶，哪会这么凶？耶！除了体验当 Sam 兄之外，还可以自己拼积木。因为阿福老师替小朋友准备了一个亲子空间，这里有各种不同的造型积木，小朋友可以天马行空，自由发挥，设计自己的作品。好了，完成了，放上去吧。耶，完成了，好棒哦！轩轩，我觉得母兄很厉害耶。对啊，我可以做好多东西哦。而且呢，我觉得啊，你做的板凳也很棒哦，因为爱黑Sam兄。